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主你的面前，伫主你的殿内，阮三个组织来就近你，来亲近你，来牵调你，来学罗你，来敬拜你。主愿你赏赐阮敬畏你的心，来运行充满伫阮中间。来帮助阮，引出阮的活命，一世人行伫敬畏耶和华上帝，你这位独一真神的道路。愿你帮助阮，愿你赐福阮，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伫今仔日，我有机会伫主的恩典中间来和咱做伙。来分享信息，当然也是为着今仔日的真特别、一年一次的这个会员大会。咱伫礼拜中，咱做伙来分享，真做祝福的人。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2节中间，有安尼讲。批寄予提摩太，就是伫神做我真诶囝诶，愿你对父上帝甲咱诶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怜悯、平安。这是保罗写批伊诶习惯，就是伫每一个批信中间，一开始先祝福对方。咱如果来注意看保罗诶批信，无论是就是写互教会的，也是写互个人的。保罗一向是先祝福，伊祝福的内容通常拢是安尼，就是愿恁对天父上帝以及主基督耶稣得到恩典甲平安。总是伫提摩太前书，伊特别佫加一个怜悯伫遐。那用中文来讲，就是愿恩惠与平安。从主耶稣基督并我们的父神多多的加给你们。伫保罗伊伫这个习惯中间，咱看出讲，虽望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祝福，固定的元素，总是对保罗来讲，咱相信，因乃是发对伊的内心，出对伊的心底来祝福伊所写批的对象。关注帮助咱。这对咱来讲非常要紧。通常咱的文化是甲咱教讲，就要讲吉祥的话、吉祥的话。咱的文化甲咱讲，就要讲好话，唔通讲遐个会触人家眉头的话，还是讲歹就讲不吉利的话。总是咱的主伫圣经中间安尼教示咱，要祝福人。无论别人对咱怎样，咱需要诚做祝福的人，甚至是昆着咱，昆着，也是讲昆逼咱的人，咱依然是祝福因。虽望是无容易，总是咱求主带领咱。咱嘛需要伫家庭中间互相来祝福，祝福咱的士大人，祝福咱的细囝，祝福你的太太。祝福你的丈夫，祝福你的兄弟姊妹。伫过年时，伫我的家庭中间，我就来请我的囡仔，我甲因讲吼，恁来祝福爸爸妈妈好无？我有3个囡仔，3个拢查甫的，我就甲因讲，要发压岁钱给你们哈，你们先祝福爸爸妈妈一下。了，我就甲再来将压岁钱来分互恁啊！我3个囝，第上大汉的是高2，第2个是国中1年，第3个是国小5年。阮这上大汉的，伊祝福老爸老母，伊安怎祝福呢？伊讲，祝福爸爸妈妈伫教会侍奉有气力，
我感觉真好咧，佫真聪明，真捌代志咧。即摆第二项，祝福爸爸妈妈管教囝儿爱有智慧啊！我感谢主啦！哎呀，原来伊真正感觉阮足需要智慧啊，特别是咧甲因管教。当然，特别咧，互因钱的方面，爱特别有智慧啊！哦，感谢主，我相信讲，当因安尼祝福阮的时阵，当然伊嘛有，阮第二、第三嘛拢祝福阮讲，到身体勇健啊，佮祝福其他的吼。伫迄中间，阮就感受着讲，虽然阮无甲因教讲，着安怎祝福老爸老母，我拢无甲因教。平常时我嘛拢无甲因教讲，安怎祝福。其实有即款的教导啦，吼，我拢无甲因讲，但是因咧甲阮祝福中间，我就发现着讲，因会针对阮的身份来祝福。我的身份是教会牧师，我的身份是家庭中间是老爸老母，这是我的身份，无毋对。伊就照我的身份来祝福我。原来人咧甲对方祝福的时阵，会针对对方的身份以及伊即个身份所定着的道路来甲伊祝福。我咧想讲吼，有当时我咧想，我做牧师，毋知有人会祝福讲吼，曾牧师，我祝你2011年发财。你毋知安尼祝福无？你若安尼甲我祝福，我嘛感觉真好啦。我嘛真欢喜咧，总是祝福一个牧师发财，听起来敢若怪怪哦。当然会使啦，这无犯法啦嘛吼，祝福也无败害啊。总是听起来奇怪奇怪。咱祝福牧师通常啊祝福啥物？比如讲，你会当祝福咱未来的牧师，敢毋是？咱教会未来的牧师，你会当大声甲伊祝福啊。你祝福伊有疼心。你祝福伊有智慧，你祝福伊有传福音的气力，你祝福伊有耐心，这是毋是真好？针对牧师，针对传教者这个身份，针对伊所要行的道路，上帝伫伊身上的计划来甲伊祝福，敢毋是真好？咱人来祝福一个老师，无论是国小的，还是即个国中的吼，还是大学的，无要紧。咱来祝福老师，你要安怎祝福老师？你祝福老师，我祝福你今年赚大钱，听起来嘛怪怪吼。老师赚大钱有啥物毋对？无啥物毋对啦，但是听起来怪怪。老师伫学校中间，咱的文化甲咱讲。老师有两项，一项就是有教无类，搁一项就是啥物了？后一句就是啥？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是毋是较简单？就来我拢教就对嘛。牧师嘛是有教无类呢。礼拜等下咱拢爱甲教，袂当经会友，敢毋是？老师嘛袂当经学生啊。学生去学校注册，第一天注册。开学原来我学生有这30个，伊无法度拣，即摆拢用抽签的，有教无类，来就教就对啊。时间到我就开始教，时间到我开始讲道，这较简单啊。较难的是啥物啊？因材施教，针对无共款的学生，针对伊的素质，针对伊的家庭背景，针对伊的性情、伊的个性来甲伊教，这才是难。爱特别用时间，特别观察，特别去甲了解，用这个学生所会当理解、会当接受的方法来甲伊教。所以需要耐心，需要智慧，需要疼心。所以咱来祝福一个老师，你要甲祝福，愿智慧、耐心、疼心，对耶稣基督以及咱的天父上帝临到你。你安尼甲伊祝福，恁家庭中间如果若有做老师，你安尼甲伊祝福，是毋是真好？感谢主啊！当咱咧祝福人的时阵，就那亲像你会去感受，也是讲去看见到
迄个福气对天顶、对天父上帝遐临到伫你所祝福的人身上。用即马少年人电脑的术语来讲吼，电脑亲像讲吼，下载啊，将天顶阿爸爸上帝遐的恩典甲福气对遐吼下载到伫你所祝福的人身上。安尼讲，少年人听，我相信咱年长的即马嘛拢听，因为咱拢伫都市内底，拢听有啥物叫做下载。愿主帮助咱，当咱咧祝福人的时阵，其实咱嘛受祝福。当咱咧祝福人的时阵，第一个受到帮助的是啥物人？是啥物人？家己，感谢主。咱家己先伫迄个祝福人中间，先得到帮助。因为圣经中间其实有一个律，有一个律啦，就是讲栽种甲收割的律，栽种与收割，你安怎种，你就要安怎收。圣经嘛有一句话安尼讲，你希望别人安怎款待你，你就爱先安尼款待人。你希望别人祝福你，就爱先安怎先祝福人。而且呢，真心实，圣经中间佫有一个律叫做啥物呢？倍加倍加。咱即马总会推行倍加运动，就是对圣经即个词出来名词。圣经中间有一个倍加的律，也就是讲，如果你若栽种祝福，你祝福人一摆，你嘛会收到别人对你的祝福。而且呢，若根据佫一个倍增啊倍加的律，你祝福人一摆，可能毋是可能，上帝就差派人对你祝福2摆，理论上就是安尼，会安尼划算呢。因为咱共祝福吼，也毋免开钱啊，敢毋是？你等下共祝福，你若照圣经的话，你共祝福，敢毋着讲我祝福了吼，我就要去纳钱。毋免啊，亲像咱迄款吼，伫都市真流行迄啥物食娃娃机吼，你要算一届，你就要录20箍遐，还是录10箍？你录钱了，你才会当算一届。你录2届钱，才算2届。你甲人祝福毋免，你会当用对你的心底来甲人祝福。愿主帮助咱，当咱咧祝福人的时，特别祝福亲人，祝福你的朋友，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公司，祝福咱的教会，祝福咱的国家，咱家己先得到帮助，先得到祝福。我家己的经验，我家己感觉讲，当我学习操练来祝福家己的家庭，祝福别人，特别是祝福基督徒的时阵，我家己先得到什么帮助呢？我家己的经验是安尼。我感觉讲，当我祝福我的家庭的时阵，我感觉开始以我的家庭为荣。当我祝福基督徒的时阵，我开始感觉讲，做一个基督徒真正是有眼光。我以身为基督徒为荣。当我开始祝福教会的时阵，到一个坎站，我开始有一个感觉，我以身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为荣。我还未看见着祝福所带来改变，伫别人身上我还未看到改变。但是我先感受着我内底吼，先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吼，我感觉讲吼，我以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为荣，这个教会一份子做阳光。当我祝福我的老爸老母的时阵，祝福我的家庭的时阵，我伫我的家庭中间我是我家庭的一份子做阳光。感谢主，愿主帮助咱。我感觉讲，咱家己的身体就改变，了渐渐，咱相信讲，咱嘛会看见咱所祝福的对象嘛渐渐改变。嘛有人安尼讲，如果讲出一句咒诅的话，就爱偌济句祝福的话，才会甲一句咒诅的话来拍平。有的人是安尼讲，这嘛是有册面顶嘛捌安尼写。如果若有一个人甲你咒诅一摆，
你着爱用5摆祝福的话，才会当甲伊，咱讲 balance， 才会当甲伊平衡掉。有诶册是安尼讲，啊，咱参考就好啦吼。因为这1摆甲5摆也无根据啊。总是我心内感觉讲，如果即款的比率若是真诶吼，会不得了呢。我感觉讲，台湾人真爱讲救助。我定定听到人咧讲夭寿，我定定听到讲吼，死也好啦，我无代无志叫人去死讲，你出入人搁甲我转来，我那无代无志，伊人讲即款话。咱是亲人中啊，其实这种气话嘛，但是讲气话毋通变真诶呢。事实讲气话，咱讲啊变真诶。有人讲，有老母吼甲讲，足气因囝讲，我甲你讲，你搁毋较认真诶，你明年你著我无在着搁煮互你食。我捌看过真正过身诶，讲啊变真诶，我捌真正看着。所以我有当时感觉讲，迄话毋通黑白讲啊好咧。啥物讲？你搁毋较认真诶，明年恁老母就无在了煮互你食，救助家己咧，敢毋是安尼？救助家己较早死，敢毋是？何必咧？咱做基督徒何必救助家己咧？我感觉讲这话吼，咱是基督徒，咱是祭司，嘛是君王咧。咱讲话真正是爱细腻咧。啊，总是咱有当下气起来吼，真正口不择言。我较早气起来嘛，口不择言。后来感觉讲，袂使袂讲咧。袂使讲讲，死也好啦，袂使嘛，袂使讲，嘛袂使讲啊，无代无志就讲啊，夭寿哦，咱定定有听人讲，啊，迄种台湾人足惯势讲的话，我感觉讲实在是毋好。伫咧中间，咱需要来学习祝福，诚做讲祝福的话人，讲咒诅的话，其实对咱来讲吼，毋若是咱家己毋好，嘛会互即个社会对基督徒有一个负面的观感，咱莫讲互即个社会无信耶稣的人对基督徒吼，咱若讲无紧，对咱的所讲的话无紧无气吼，惯势讲即个咒诅的话，凡说吼，有一天若有人问讲即个讲，啊，你对迄个基督徒的印象怎样？啊，都常常咧讲夭寿啦，哎呀，著真歹，著真可惜啊！我相信讲，无信耶稣的人对信耶稣的人，因心内观感，这是非常要紧。而且，咱咧祝福人中间，咱乃是将天顶的福气来带到伫世界，带到伫人的中间。咱愿主来带领咱。伫今仔日经文中间有讲到，愿你对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得到怜悯，得到平安。感谢主，这是保罗咧看提摩太中间，针对提摩太身份，以及针对上帝对提摩太计划、活命的计划，安尼来甲伊祝福。有的人讲，这叫做用中文来讲啦吼，因讲叫做身份和命定。啊，命定咱听较无。若讲命定这两字吼，若讲做命运，大家都听有啊。但是讲命运，那个讲甲敢若无信主的人共款的吼。所以咱就讲上帝对咱的计划，咱要祝福一个人，需要针对两个方面来甲伊祝福。第一个方面就是伊的身份，第二个方面就是上帝对伊的计划。咱愿主带领咱，比如讲一个警察，你要安怎甲伊祝福？一个法官，你要安怎甲伊祝福？伊有伊的身份，敢毋是？伊嘛有伊的上帝伫即个法官，伫即个警察，也是军人的身份内面，对伊所定定的计划，敢毋是？你祝福一个警察，祝福一个法官。但愿公义甲公平、慈爱甲诚实，对耶稣基督以及天父上帝临到你。阿免。真正是安尼。你若祝福一个法官，啊，你今年趁大钱哦，啊嘛足奇怪，其实拢毋是毋好啊，听起来怪怪。所以咱咧祝福人中间，咱需要去针对伊的身份以及上帝对伊的计划
来甲伊祝福。伫咱诶心内，咱实在嘛需要来面对即件事。咱要共祝福诶时吼，佫会面临一个困难啦。即个困难就是讲吼，要对心底真正甲人祝福，咱会有当时真正有困难，特别是迄种吼，甲咱较袂好势诶人。但是圣经佫特别讲呢，佫讲吼，困着你呢，就是今仔日嘅根据吼，金句吼，困着你呢，就甲因祝福，得祝福，无伫咒诅。有时咱吼心内安尼讲啊，我无甲你骂就袂歹啊，就去甲你祝福。圣经讲就去甲你祝福，用较粗鲁诶话讲，我无甲你拍来拖来拍就袂歹啊。佫着甲你祝福，哦，特别是亲人中间哦，这个代志有当时咱实在是真艰苦心。伫过年时啊，吼，即摆嘛算啊，个过年时啊，过年元宵打了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代志还佫记忆犹新。伫亲人咧聚集中间，有的人真爱亲人聚集啊，有的人足惊亲人聚集啊，无聚集佫无代志。迄若要食年夜饭哦，有诶是寸步难行。明明都伊甲因大家大官诶厝才差100公尺尔，要行到位足困难诶，袂输500公里共款，行拢袂到。咱求主锻炼咱。伫迄中间，我家己个人诶一个感受啦吼。如果人甲人中间遮个代志拢会当处理了真好势，拢会当完全对心底真欢喜，安尼足有满有疼心去甲人祝福，去款待人，甲人中间拢无问题，甲现在做伙人无问题，甲过去做伙人捌做伙过人嘛拢无问题，拢去处理了。过去的纠纷，过去的恩怨嘛拢去处理了啊！我感觉讲，即种人吼，可能会当转去上帝遐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总是咱吼，实在是无完全，要发对心底来讲祝福，真正无够额。有时我去看一寡较年长，特别个身体无好的人。无好哦，身体欠安的年长，特别是讲个卧床，我去甲伊看的中间，有时咱会听，我会听一寡奇奇怪怪，出去到外口，伊会行离顺就会讲一寡话，毋通食遐老啦，我哪会讲安尼？这是我伫遮话中间，我家己感觉讲。如果倒伫病床的人来听到，毋知作何感想啊？咱对心底来甲伊祝福，嘴里讲，咱心内，咱求主，咱需要求主帮助咱，心内满有对上帝来听来祝福。因为有时吼，咱实在是有当时拄着一个状况，心内实在是无迄个心啦，喙会讲，心内其实是无够额。你甲人祝福人平安，祝福人身体勇健的时，其实咸菜啦，我毋知影是毋是啊？较早死的。喙内是讲平安哦，祝你早日康复。心内是讲真佫伫遮。其实圣经诗篇嘛有类似即种的记载，诗篇41篇嘛有类似即款的记载，咱无时间通读。喙是祝福，心里是咒诅，当面是祝福啦，却是背后是咧雷骂，这样尼较毋好。总是人中间的人世界中间的故事就是安尼嘛。所以讲，咱基督徒咱学习这件事。咱实在知影，咱无够额，咱的活命疼人的心无够额，咱袂使讲咱拢无疼心啦，毋通讲别人无疼心，嘛毋通论断家己无疼心。咱常常听到人咧讲，某咪人无疼心啦，
人我当庭伫咧，我有当下若有机会，我拢足想要甲讲哦。你讲迄个人拢无疼心哦，袂啊，人伊看到人跋倒，人伊嘛甲伊扶起来啊。你袂使讲伊一点仔疼心无都无啊。咱袂使论断人拢无疼心啊。咱讲啊，咱疼心无够个，咱需要天父上帝疼痛来帮助咱，帮助我们。互咱嘴里所讲祝福的话，咱心内来对上帝得到帮助，咱心口合一啊，来讲出祝福的话。咱求上帝带领咱。伫咱的经文所讲到，佮讲到恩典，也讲到怜悯，讲到平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特别讲到这个平安的部分。这个平安的部分，咱长老教会信徒互相来往，真关系讲平安，这就是咧祝福对方平安。我相信咧讲平安的中间，咱求主带领咱确实若发起着讲，咱的心内甲咱的喙斗袂起来时阵，毋是讲啊，咱就莫讲平安，莫甲对方祝福。我相信咱依然着祝福对方平安。总是咱求主带领咱悔改咱的内心。主啊，我疼心无够个，我甲伊有遮个代志，所以我无法度对心内遐尼啊完全来对心内来祝福伊。总是求主帮助我。检采有诶代志，咱是需要赦免；有诶代志是需要去补偿。伫咱心内，咱求主带领咱去解决遮个代志，甚至伫行动中间去解决。这个平安会临到咱，也临到，特别是临到咱所祝福的人。我有当时也是咧想这个平安的意思。这个平安当然是指咱内心的平静甲安稳。平安嘛，照字面来讲嘛，平安啊，平静佮安稳，平静安稳。我有听到一个真趣味一个解说，这是一个新学生讲互我听的。伊讲吼，阮老师甲阮讲，平安之字伫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shalom 之字的希伯来文吼，有个人检查捌看过这个希伯来文的写法。伊讲吼，这个希伯来文的写法，迄个特别第一个字母叫做是迄个。迄个我嘛无啥会晓读啊吼。伊讲迄个字母吼，亲像是母亲的腹肚子宫啊。所以讲，这个平安的意思，嘛代表讲一个囡仔抑搁伫老母怀孕怀胎的中间，伫老母的腹肚内面，10分的平安安稳的意思。我听了嘛真感动呢。我讲有影，咱祝福人平安吼，都是希望对方的内心。亲像伫母胎内面相款10分的平安。后来我咧读这个册，读这个圣经的注解册中间，佫有一个解说，互我感觉讲，我感觉嘛看了嘛真感动，直接甲咱来分享。讲到当咱咧祝福人平安的时阵，这个平安有一个意思，这个定义较新学的，总是我感觉嘛真有意思。伊讲吼。平安是伫终末终末中间，终末就是上历史的结尾，上落尾，上帝对咱终极拯救的状态，终极拯救的一个状态。咱来想象哦，咱有一天，咱的身魂拢要离开地面的，敢毋是？敢有人身魂以后免离开地面的？那有你甲我讲一下，我甲你好好啊谈话一下。有一天，咱的身魂拢要离开地面，麻烦咱讲阿免好无？我想要请恁回应，因为咱爱去面对这个事实。有真侪人毋肯面对。我的朋友中间，我甲伊讲，有一天咱要离开地面，竟然有人甲我应讲，敢有影？我迄个无影。你讲无影，就讲人袂死。有一天，咱的身魂拢要离开地面，阿免。咱要到伫上帝遐，阿免。
上帝要互咱一个新的身躯，迄个新的身躯是一个荣耀的体。感谢主，迄个荣耀的体就是咱讲的平安，荣耀的状态，荣耀的状态。也就是讲，你祝福对方平安的时阵，就是讲你祝福伊的活命会往迄个方向去。感谢主，伊即马所得到的平静安稳，就是要帮助伊的灵魂，对即时开始，亲像伫老母的子宫内面安尼平静、安尼安稳、遐尼啊好势，直到永远的意思。我看到这个解释，我本身也感觉真感动。因为伫我个人咧侍奉做基督徒的中间，我感觉着讲，平安对一个人何等大要紧。我上落尾要来讲一个故事，就要来结束。因为今仔个会员大会，我差不多伫几落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去探访伫病院一个，后来变做姊妹。伊原本毋是基督徒，原本是佛教徒。因的家庭拢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因兜人口只有3个，因只有生一个查某囝。对我第一天去探访这个太太，迄个太太迄当阵差50岁，总是伊破病是迄个肝的癌症。对我第一天去甲伊探访，到伊过身，拢总29天。我第一天去遐探访，第8天伊生日。总之，这个我要甲咱讲出伊迄个过程。我第一天去，经过阮一个同工介绍，讲牧师啊，你去探访我一个朋友好无？我讲好啊，爱着带我去病院，伫台北市一个病院去甲伊探访。第一天去，因为因住伫个人房、单人房、病房，所以这个个人房，咱若知影，就是眠床甲门口。门口有下一组迄个沙发伫遐，设备较好一点嘛。我第一天去甲伊看的时阵，我来看见就讲感受就讲，当我入门的时阵，因真赶紧将迄个卡垫将沙发和眠床中间的卡垫甲扭起来，了后就伊的先生无破病啊，伊的先生就来到我挨下子，互我甲伊的先生伫迄个沙发底下谈话，因个卡垫扭起来，剩伊的查某囝，伊查某囝20几岁啊，甲伊本人伫迄个眠床内面，眠床遐，我有听到声咧，因咧上经，因知影牧师来啊，赶紧上经，啊，在念啥我听无啦。啊，总是因为卡垫，我当然嘛听会到。真虔诚的佛教徒，我后来才知影讲，人因上经毋免看因的佛经的，因这个家庭是遮虔诚的佛教徒。啊，我著含因先生讲话，因先生是一个退伍，过去是职业军人，后来退伍。后来上经煞卡垫拍开，我著受允准含因的太太讲话。伫迄中间，我一个看到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伊迄个眠床边仔有一个床头柜，床头柜面顶就安尼嘛有下2仙五像伫遐，差不多拢差10公分的五像，下2仙伫遐。啊，伊个枕头下骹我注意看有缀一本《金刚经》伫遐。啊，我著安那嘛毋知要安怎好咧啊，嘛已经入去啊咧，啊，著。当然，迄当阵嘛，学人迄步啦，奉主耶心内啦，无讲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你就袂使邪灵，袂使黑白讲话。因为我要来传福音无即个人安尼啦啊，就甲伊讲话啊，就讲啊，某某太太你好，啊，就含伊讲话啦谈话啊，因为一开始佫有真强的迄款的防卫啊，伊的查某囝就用真侪问题甲我问，我就只好耐心甲伊回答。伫迄中间，当然就咱3句不离本行嘛，来信耶稣啦，安尼啊，上帝赏赐你平安。啊，了后我结束的时阵，我就好胆甲讲某某太太，我明仔载过来甲你看好无？我真少安尼哦，我去探访病人，佫是无道义，我真少安尼。我迄天忽然间，我心内有一个感动，我讲我明仔载要过来。
我住伫淡水，来台北市来探访我讲，我明仔载过来甲你看好无？伊煞讲好啦，好明仔载就要来啊！你著讲好，我就一定来。隔工照约个时间，搁去遐看。第二工去哩，搁入去病房的时阵吼，毋免先上镜啊呢，骹顶是开开的，互我直接下面，因直接都伫眠床遐，互我下面直接下面的太太讲话，伊先生个查某囝拢搁伫遐。伫迄中间，我注意到伊眠床边仔床头柜迄两身偶像哦，无去啊。迄个我注意啊看，枕头下骹金刚经嘛无去啊。伊昨也无决志祈祷啊，但是隔工伊就甲我讲吼，庄牧师，因为伊是外省人，所以甲我讲的拢用华语讲，讲庄牧师，我甲你讲，我甲我的先生甲我的查某囝讲吼，你莫阁甲我上经啊啦，我听着真恶杂，我想吼，我来信耶稣好啦，我讲有影。要来信耶稣啊！好佳哉，今仔日有来呢，无来就无啊呢。我感觉讲在探访中间，迄个咱讲神来一笔吼，也就忽然间上帝圣神互你一个感动，真正是要去掠掉迄个讲，过来好啦，真正去佫伊怎甲我讲，我来信耶稣好啦，讲有影啊，咱随来做决志祈祷，随着出来做决志祈祷，就安尼哦。当然吼，迄当阵嘛，就怎？赶紧啦！胡拉撒，迄真理造就吼，毋知讲啥嘛，袂记哩啊啦！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互伊听，讲啥拢袂记哩啊啦。但是吼，讲到尾啊，怎甲讲？无我教你吟一首诗，我教你唱一首诗歌，我教你唱那一首吼，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教伊唱这首诗歌，就唱这首诗歌，嘛无啥嘛，敢毋是？咱主流定咧唱啊！我迄当阵唱首诗歌，感觉讲这首诗歌哪有啥？我细汉就晓唱啊！我唱20-30年啊！我去传福音牧业的时阵30几岁啊，所以我已经唱20-30年啊！这首诗歌哪有啥？一首儿歌而已啊！我毋知讲这首诗歌遐厉害呢。我教伊唱了，我心内阁有一个感动。明仔载我过来看你好无？伊讲好啊，好就过来，隔工过去遐看，去当然人伊决志啊嘛，已经信耶稣，我著搁甲伊讲一堆真理啦，咱讲做及时栽培嘛吼。伊才甲我讲，人伊细汉去过教会啊，主日学捌去过因故乡的教会，原来是安尼哦。伊是后来继续副教导而已啦，怎拢无去教会安尼啦？伊主日学捌去过教会啦，感谢主啦。原来是安尼，所以主日学捌来过教会人，是有迄个经济伫内底。总是我要讲即句，伊后来我第3工过去的时候，我已经袂记得我甲讲偌济代志，但是我敢会记一件事，我搁甲教讲，咱来吟即首诗歌，伊就搁对我唱。当然后来我就无逐工去啦，有让一工甲去安尼。伊后来上高唱的就即首诗歌。我甲别首诗歌拢记袂牢，敢会晓唱即首《我有平安如江河》。到了第8工，伊洗礼煞隔工，我搁去遐看。迄当初为着要带领这位姊妹甲即个家庭真骨力，即马较无遐骨力啦。为着要去来带领，我搁洗礼了，搁去了吼。我洗礼了迄工，隔一工去甲伊看。我还袂入去，因先生就甲我讲：“庄牧师，你出来一下。”我讲：“什么代志哦？”伊从我甲我叫去走廊，甲我讲伊讲庄牧师，我太太昨暝甲阮交代真侪代志，交代很多事情，甲阮交代讲伊的个别式都要用基督教式的，佮甲阮讲财产都要安怎安排。我讲这安尼庄牧师，你不知道，我太太是一个伊讲是一个感情比较脆弱的人。进前袂使去讲到要个别式的代志呢，袂使讲到要死的代志，拢袂使讲呢。若讲到就你足受气安尼哭乌白乱安尼啊，规家伙人毋敢讲到即个话题，
不敢谈啊，不敢接触这个话题啊，所以拢唔敢，拢袂使准备诶。但是伊来信耶稣，决志，佮洗礼了，常常吟我有平安如江河时阵，伊心开啊！伊讲吼，伊前一暝甲因先生讲啦，原来是来讲吼，甲因先生甲伊查某囝讲，恁拢莫阁烦恼啊！我以后要去上帝遐，你们不要再担心了。我的告别是要用基督教的仪式，财产要怎么安排啊？就这样安排。啊，因前妻佮后来佮我讲，迄天佮我讲哦，周牧师，我太太跟你有缘呢。他讲哦，我太太也跟耶稣很有缘呐。我讲对，跟耶稣很有缘呐。我嘛无讲伊唔对啦。总是我伫迄间就感受一件事。我细汉咧唱的歌，我有平安如江河，内底所讲的平安，原来遮厉害啊！我家己敢讲，我家己唔知遮厉害。我就有一个灵感而已，你知？我只是一个灵感，讲我来教你唱这首歌。我唔知这首歌内底所讲的平安，竟然引出一个要过身的人。伊当阵面拢已经黄啊，巴肚拢已经大个腹水，已经大个，伊是肝的问题嘛。竟然带领一个要过身的人，伊有光明，有勇气去面对伊所要行的道路。伫遐我见证一件事，我看到一件事，伊用平安将死亡立伫伊的骹下，踩在脚下。后来，伊的太太甲伊的先生，这首诗歌嘛真够，不，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先生，这首诗歌嘛真够唱呢。到了第29天、27天、28天的时阵，伊的先生就敲电话，张牧师讲，病医甲阮讲咧危急啊，咧病危啊，啊，我就紧来去，甲因伫遐2-3点钟，佫无安怎咧，我就讲无我先转伊好啦。我转去了，迄暝伊精神过来，招因翁甲招因查某囝讲，咱做伙来唱《我有平安如江河》。那个晚上，了隔天就过身啊。当因甲我通知的时候，我已经我上路尾接到通知的时阵，因甲我讲啊，我太太已经过世了。我去到病院。照我做牧师的惯例啦吼，虽望因无信，因先生甲伊的查某囝后来嘛无决志，总是因就邀请我做伙含因去到病院的即个太平间的中间，伫遐来为因来祈祷，而且联络众义社人，要送到伫殡仪馆的冰库。我依然陪伴因坐即个因的箱仔车来载吼，我通常都坐伫第一位啊，司机边仔迄位。伊的先生甲伊的查某囝就伫后壁陪伴伊的遗体。伫路上，车已经出发要到殡仪馆，伫路上，伊的查某囝甲我邀请一件事，讲庄牧师，我们来唱《我有平安如江河》，来送阮老母。我伫头前，我讲好啊，我们来唱。因唱无2句就唱袂落啊。伊的先生甲伊的查某囝唱2句就唱袂落啊。迄个平安伫遐发见，上帝互我看见着伊所享受的平安，怎样引出一个负责人，引出一个家庭。伫遮也保罗讲到，但愿恩典、怜悯、平安，对耶稣基督以及天父上帝临到恁众人。愿主带领咱，我相信上帝要引出咱的家庭，引出咱的教会，引出咱的国家。咱来祝福咱的家庭，好毋好？咱来开声来祈祷，你来祝福你的家庭。我要邀请你即时、此时此刻来祝福你家己的家庭。你毋知要怎祝福，你就讲愿恩典甲平安临到我的家庭。简单安尼讲，好毋好？咱做伙开声来祝福，来祈祷，
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愿你帮助阮。主，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怜悯，愿你的平安临到伫我的家庭，也临到伫阮在座每一位的家庭。感谢主，愿你引带，阮相信，阮的家庭，阮每一人的家庭，何等需要你所想赐的平安，何等需要你所想赐的怜悯甲恩典，来帮助阮每一个家庭，互阮每一个家庭勇壮，来行对你拯救阮，你对阮每一个家庭的计划。感谢主，愿你赐福。感谢主耶稣。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仰望你，愿你赏赐疼的气力，愿你赏赐祝福的气力伫阮的内面，互阮成做祝福的人。恳求主你帮助阮，来弃绝咒诅，弃绝雷骂，弃绝批评甲论断，来选择祝福。愿你帮助阮，愿你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恩典。圣神的相通，常常伫阮每一人的家庭，愿你的怜悯也常常临到伫阮在座每一个家庭。安尼祈祷，感谢恳求，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